喺實習期間，我帶領咗一班小學生到赤柱進行考察。活動規則好簡單，就係靠一張實體地圖嚟導航，遊覽赤柱唔同地方。一開始都非常順利，學生成功到達幾個景點，又成功訪問到外國遊客。但係酷熱嘅天氣下，佢哋行錯咗路，唔到前往舊赤柱警署嘅路。挫折感逐漸演變成互相指責，係筋疲力盡，就嚟要喊嘅時候，學生哀求我打開 Google Map 為佢哋導航。喺嗰一刻，我非常掙扎，我應該堅守培養佢哋解難能力嘅學習目標，定係伸出援手挽救崩潰嘅團隊？最終我選擇咗堅守原則，無借部電話俾佢哋用 Google Map。學生們亦未能成功抵達舊赤柱警署，而團隊嘅氣氛亦徹底跌入谷底。學生互相指責，怪責組長帶頭行錯路。事後諗返，我不斷問自己，作為老師，我究竟應該如何喺冰冷嘅規則同同理心之間到最佳嘅導航點？